请问棒抓虎是什么意思呢？系啊，棒抓虎，棒什么抓意思？虎。会哦，我觉得是这个哎，袂属于棒跑安尼迄个。对。哦，哦，在棒跑，哎呦，刚才有得力哦。会吼棒抓虎。我觉得是这个，好不？是哈。这个有你答了。我觉得啦，但我不确定。好紧啊！因为以早伫迄个恁伫柜台奥客买单买了，你会甲棒抓好无？那你来棒抓好就是放浮在就惨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是 A A， 哦，黑姜好。我觉得是 A 吼，确定。 A。好，咱来看一个 A。啊，唔对啊啦。我倒嘛是感觉是 A 呢。啊，恁怎 B 甲 C 两个选一个 B 甲 C 啊，对啊。啊，但是恁无40秒哦，干那4秒。啊，4秒呢时间到。 C 好不？C 好不？C 好 C 棒虎啊，就插。哎。 我讲对哦，就是用纸吼写一寡攻击人的话吼，啊有的是用搭伫外口的传单，有的是写配互人，哦，写乌函，像讲去甲你的主管讲你做啥物歹代志啊，哎呦，这叫做棒抓。棒抓，这就是棒抓，即马大家拢学着啊吼，哎呦，这代志千万唔通做，嘿。